哦，上师，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我睡过头了，上师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大力，昨晚我责备你太过分了，你不要介意，耐心等着，我会慢慢传法给你，不要着急。你善于干活，也很勤奋，你帮忙修一所我儿子达尔马多德的住房，完工以后，我自然会传法给你，你的衣食也由我来供给。上师啊，如果我期间没学到正法就死了，那怎么办？这期间你不会死，这我能保证。你有恒心有毅力，只要你能修持我的教戒，今生一定能够成佛，这个你不必有顾虑。我的这个传承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加持力。哦，谢谢上师，谢谢。往这边走，你看看，大力，在这个东边山头上，你修一个圆形雕房，土料也在那边去。你看水有点远，你现在快去修。遵命。